套用一句經典嘅廣告術語：簡簡單單，其實最是不簡單。正好形容今次波姐想同大家介紹嘅意大利 Ulysses Research Simply Italy 真空管合併擴音機。如果大家嘅發燒之力有翻咁上下，相信一定記得大約30年前 Ulysses Research 曾經推出一台揚名立萬嘅經典代表作 Simply 2， 而今次嘅主角 Simply Italy 正正就係呢部神級元祖型號嘅後繼產品啦。小巧嘅機身採用焗漆鋼材生產，左右兩邊修成圓角嘅桃木面板，配備不鏽鋼製訊源輸入選擇同埋音控旋鈕，機頂仲設有兩段式回輸選擇拍掣，方便配搭唔同音效取向嘅揚聲器。正如波姐先前所講啦 ，Simply Italy 承襲咗 Simply 2嘅純 A 類超線性單端線路規劃，因此佢所採用嘅真空管都係以 ECC82同埋 EL34為主，自吸式偏壓設計，每邊聲道可以提供10瓦輸出。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呢10瓦，配搭輸入靈敏度有88 dB 嘅 Opera Missa V2 輸假揚聲器，響一般中小型聆聽環境，同樣可以營造氣勢有勢兼施嘅發燒效果。有關接播方面呢，呢部 Ulysses Research Simply Italy 就提供4組高電容輸入，另加10歐輸出一組。如果你想接播盤臂頭組合呢，就需要自備唱方啦。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機仔細細但實力雄厚嘅意大利 Ulysses Research Simply Italy 嘅音效表現，歡迎致電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